各位，我係康師傅啊！今日咧就嚟到一個屋村，九龍一個屋村啊，有名屋村裏邊有一個叫做收液水局送入去呢個屋苑裏邊嘅。但係我哋注意下，逢係水不能夠太近，收得水嚟咧，仲要注意個水聲。逢係水聲有咁嘈雜嘅水聲咧，喺風水上咧叫做哭泣水啊！因為咧水聲咧，如果就咁聽住咧，短時間冇問題，長時間你會有好煩厭嘅感覺會影到人嘅精神會崩潰啊，精神唔舒服、失眠、瞓唔着、精神唔集中、焦慮症比較燥嘅精神反應。所以水能夠收財，亦都會令到個人有病，呢個會同時發生嘅。就不要以為收液水就一定係最好嘅現象。咁呢啲咁嘅情況之後呢，我哋起碼要10層8層先至可以做到呢個收液水嘅局嘅功效嘅。咁呢度就係今日同大家可以分享到嘅風水上嘅營家風水上嘅小知識希望大家能夠受用。多謝。